之前決戰大會都講過，我係一個嘅情緒唔係好波動嘅人，但係自從加入咗人民力量之後，情緒波動咗好多次。好多支持者都係咪過去2年都波動過好多次？因為我哋真係相信我哋而家做緊嘅嘢，我哋講緊我哋最心裏邊、最深處、最相信嘅説話，而我哋真係行動，用我哋嘅行動去走出嚟。各位支持者出席今次嘅集會，我後邊嘅義工幫我哋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咁樣做街站、拉票、做所有後勤嘅工作，都係因為我哋相信真理係喺我哋呢一邊。我係一個好中意無拘無束嘅自由人，但係自從11年4月3號人民力量成立，跟住我做咗主席，人民力量行到嚟呢一步非常之艱難，非常之艱難。中間經過好多起跌，我哋去到11月嘅區議會選舉。票債票償運動未竟全功，我哋被好多人嘲笑，我哋被民主黨嘲笑，我哋被一啲淨係得好多酸味嘅葡萄人嘲笑，話我哋呢啲根本係只係網上嘅力量。跟住去到今年嘅年初，《蘋果日報》屈阿毓民打馮偉光，我哋心裏邊知道冇件咁嘅事，但係瘋狂咁樣抹黑我哋。由嗰一刻開始，我哋知道我哋呢一場係好難打，好難打。但係終於去到今日大家行出嚟，係為咗我哋年幾以來，甚至係咁多年聽毓民、聽蕭生嘅節目所累積嘅知識、所累積嘅信念而嚟，係咪啊？而我哋真係見到黑暗嘅盡頭嘅光明，因為我哋真係深深感受到改朝換代係會嚟嘅。由一開始選舉，所有嘅記者朋友，所有嘅媒體都對我哋嗤之以鼻，覺得我哋都係贏翻2席嘅啫。因為舊年嘅11月，我哋好似輸得好慘，但係幾個月以嚟嘅選舉工程，我相信在座咁多個月嚟嘅拉票、游說，甚至可能同好多親戚朋友都鬧過交，係咪啊？反咗面添啊！有血案唔係啩？
為咗係真係一個信念，去到上個星期，我哋5區嘅民調都話我哋當選。嗰一刻，全面嘅打壓終於出現。好多人喺度講話全家總動員、票投乜乜乜咁樣，而家叫做全球總動員，打壓人民力量係咪？但係我哋唔會驚，你睇下現場我哋嗰個人數，我哋現場嗰個黃色3個海，我哋聽咗咁多年節目，我哋做咗咁多個月嘅義工，我哋拉咗咁多個月票，我哋同咁多人反面，係因為知道9月9號係嗰一日，係改朝換代嗰一日，係世代交替嗰一日，世代交替嗰一日，係香港民主運動浴火重生嘅一日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當香港甚至中國去到終於有民主嗰一日，我哋呢個運動係一定會記入史冊嘅。我唔需要再叫大家努力，因為大家一定會。嚟緊仲有7日落街站做義工，最重要係拉票。可能大家拉多幾票，又會再反多幾個面，但係我知道大家都覺得咁樣係值得做。我知道好多人、好多外邊嘅人質疑我呢個主席嘅身份，我係好泰然嘅對於呢啲咁樣嘅質疑，因為我哋覺得冇所謂。我心裏邊知道，由2011年4月3號開始，人民力量行到今日，我個功勞同埋大家嘅功勞都係值得嘅。大家對於名銜冇乜所謂，不過我對於名銜係一啲都冇乜所謂，但係我希望我呢個主席可以喺9月9號之後繼續做落去，因為我哋會5區全勝，我哋會喺9月10號嗰日，我會以主席嘅身份帶領大家話俾全香港嘅市民聽，話俾保皇黨聽，話俾梁振英聽，話俾民主黨聽。我哋會同我哋超過5個嘅議員，同埋現場嘅所有支持者，同埋投我哋票嘅人，行一條新嘅民主道路，好唔好？